伫全世界，侪个国家，侪你的子民，不管是有信你的，或者是无信你的，有认捌你的，或者是无认捌你的，拢遭受到目前即个武汉病毒扩展，造成侪不管伫生活当中侪的艰苦。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阮世上的人，这病毒造成阮大家侪不便。恳求天父上帝，你帮赞施阮怜悯，互即个病毒对阮的生活当中除去，恢复阮正人所有的生活，甲一切顺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即时要来启用，请拍开神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61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揭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落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结合。咱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是来就近我。
请兄姐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请拍开圣经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咱伫台语汉语本第728页。第3章第1节，天的万般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第2节，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拔出来所栽种的时。有第3节，有胎死的时，有医好的时，有拆毁的时，有起造的时。第4节，有啼哭的时，有好笑的时，有哀惨的时，有跳舞的时。第5节，有黑石头的时，有扣石头的时，有通抱的时，有无通抱的时。第6节，有找到的时，有失落的时，有保守的时，有放杀的时。第7节，有拆礼的时，有补甜的时，有甜甜的时，有讲话的时。第8节，有疼惜的时，有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和好的时。第9节，做工人伫伊所劳碌的有啥物利益啊？第10节，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的劳碌，互因伫因中间来练习。11节，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诚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测度。12节，我知对中无一项较好，伫一生快乐，搁行好。13节，搁人人也食也啉，伫因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以上。现在请起立，咱做伙用主祷文来公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达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了歹的。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之。阿免。请坐。咱煞接要请咱的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时期甲时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旧年咱喜事连连，3个喜事，3场的婚礼。今仔日今年一开始，咱拄着2场，咱兄姐，咱的家人咱的姊妹离开咱，嘛是咱的长辈，所以连续这1、2礼拜，咱拢爱来帮咱遗族，帮咱家属，帮咱教会兄姐陪伴因来办理个别的礼拜，所有的礼仪以及甲遮的遗族因三甲做伙。圣经嘛，甲咱讲，咱着甲忧伤的人同忧伤，嘛甲欢喜的人同欢喜。互咱同心来祈祷。
主啊，伫你的面前，阮同心祈祷，祝你听阮，帮助阮，敬选阮伫泸州教会诚做兄弟姊妹，这是你特别的恩惠，特别的恩赐，互阮伫即个大的家庭内面，互相相听，彼此连结，嘛，互阮伫忧伤的时，有兄弟会当做伙相交来陪伴阮，互阮伫欢喜的时，会当彼此相交分享。主啊，感谢你，就即阮来到主你的圣殿，伫主你的圣日，阮相交敬拜，相交学乐、吟诗，相交领受主你的恩惠，主你帮助阮，互阮诚做你所拣选、疼惜的儿女，嘛伫真理的教导内面，互阮诚做光、诚做盐、诚做即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上帝，你帮助阮，施恩互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每一个时代拢有伊爱做的代志，爱去完成，爱去成就，甚至即个时代有可能影响后一个时代，咱叫做部署吼，咱即摆一句话叫做超前部署，也是超前的即个布局。每一个时代拢有无共款上帝的特别的旨意。什么是时代？什么是时期？时代甲时期拢是指时间、年代。其实时期甲时代拢是真长的时间，很长的一个时光，嘛是真长的年代的代名词。所以时代是指比较较长的时间，种时期也比较是较短。有人讲时机啦，时机，有人去趁着时机财。拄好伫迄个时阵，某一种的产业，某一种的行业，拄好非常会食市，非常会欠，所以有人趁着伫迄个时阵，伊做即个行业，去趁着迄个时机财。捌有一个人分享讲，伊迄阵咧做即个 BB 扣，啥物叫 BB 扣？大家知吼？迄个时代，佫有即个 BB 扣吼。手机也袂真时行的时，大家拢一个 BB 扣，BB 扣就是讲你爱去敲电话，叫伊的机显示你的号码，然后伊知影即个号码了，搁去找电话，然后搁回互你毋捌用过 BB 扣的举手，无人举手感谢主所以你迄个时代你无用 BB 扣，总是讲即个时代大家拢用手机，搁真方便，搁是智慧型的。毋免敲电话，用其他软体APP 就会当甲对方来讲电话讲话。所以迄个时阵，捌有一个基督徒伊分享，伊拄好买机买机，人就讲这 BB 扣看你要食无，规批拢互你。迄个人脱手，但是这个基督徒伊拄好食着火底了解真了啦所以拢卖出去，因为手机已经出来啊所以一个时代转变，一个时代转变，咱若是有去抓着这个时机，检测你就发了。不管安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间，拢有上帝引带甲带领。历史学家咧看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伊讲史前就有人咧生存，叫做史前时代。迄阵的人安怎用石头做工具，佫有旧石器时代甲新石器时代。哇，这牧师讲新石器时代甲旧石器时代，安尼讲两个时代，其实已经经过几年、几千年几若万年甚至十几万年。哇，十几万年，假是咱一年就感觉足久，伊迄十几万年几若万年。所以咱看讲上帝伫迄个时代，迄个是安怎互即个世界形成，然后有人类，然后伫古早的人，因的智慧用因的智慧咧生活。所以诗篇90篇第40甲咱讲，1000年敢若亲像过的站日，敢若亲像暝时的一更。咱困一醒起来，上帝困一醒起来，经过1000年。上帝困10天1万年过但是咱人类，咱圣经甲咱讲，咱会当活到70岁，永壮会活到80岁。
吼，即摆人身体较勇啊，吼，会当活到90岁、100几岁吼。咱的老少姊妹92岁，所以咱看到讲牧师咧办告别式的时，伊看到讲，哎哟，这个人出世伫日本时代，伫昭和几年出世，读过日本册。这是咱来看讲，咱每一个时代无共款，在座应该大多数拢是民国年代来出世吼，拢是已经光复了后，吼，光复了后有一批叫做战后的婴儿潮，因为战争知影讲有真侪人真歹生存，吼但是战争了后光复了后爱生较侪，因为迄时阵的囡仔无一定饲会活吼，若爱加生寡吼，安尼生存率会较悬，吼。总是咱看上帝的年岁、上帝的年日，咱无法度去了解。上帝的道路嘛较悬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嘛较悬伫人的意念。但是咱相信一件代志，就是自古到现在，上帝的权柄永远掌权，上帝的权柄嘛永远存在。时期比较较短，对咱来讲嘛较近，但是对人的性命来讲，咱嘛感觉真长真久。得到人类文明、智慧、科学，各种生活的机能的提升甲进步，咱生存的环境的改变，以及咱人已经进入着快速转变的时代。100年前甲100年后，会当讲是差真多。100年前甲100年后的改变非常非常的大。咱看到咱大概要起来教会，咱看到教会的相片，迄嘛差几十年前，几十年前是德公仔厝，几十年前的电报条是柴的，几十年前对遮会当看到观音山，但是你看到是高楼大厦，看到厝，你看到是无共款的景色。咱这个所在会变迁真大，原本无路的所在，即马有路。原本无厝的所在，即马有厝，逐种的改变无相款。澎湖嘛有一个岛，较早就是移民人生起遐大，了后，迄个所在即马拢无人住，大的人足少啦，毋是剩老人就是剩一寡伫遐讨鱼退休的伫遐的老人。哇，迄厝拢真水呢，但是却已经拢没落去啊，拢无人伫遐，遐个人拢搬去别位，大多数拢搬来台湾。所以咱看时代的变迁变化非常的大，传道书甲咱讲，凡事拢有定期，天的万行事拢有伊的时，拢各照伊的时咧行。中国世纪流行一个病叫做黑死病。这黑死病，伊影响着几若千万人，甚至到上亿个人口来死亡差不多伫整个的欧洲有3个人到1个人，因为安尼来过身去。这个鼠疫毋是鼠疫这个黑死病是来自鸟鼠的细菌，鸟鼠顶面也是跳蚤伫鸟鼠的顶面，这足细项咱看无的物件。来传染出去，总是打开始的是人毋知影，这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因为细菌咱人看无，所以该当作这是水是影响的。讲可能病毒也是这细菌是来自这个水，所以说毋敢洗身躯啊。中国世纪的人拢毋敢洗身躯，拢拭身躯尔。若寒天阁还好，若是热天咧，要安怎？臭汗酸要安怎？要安怎？着嗅芳水，嗅芳水，暗藏我的臭汗酸，着嗅芳水。所以迄个时阵安怎？巴黎，真侪卖芳水、制作芳水，真侪即个上流社会人士，买芳水的一个所在。所以巴黎迄个时阵真事件的物件，真高贵的物件，就是芳水。
所以大家研究制作即个芳水。所以足侪人因一世人洗无几届身躯啊，因为乌死病、黑死病，大家足惊，讲惊去捌着水啊。迄阵啊卫生条件嘛无一定遮尔啊好，所以咱看着讲迄个时代影响遮尔啊多，所以就是休芳水，然后就是抹粉，大家拢抹粉因为无洗身躯嘛，就抹粉，然后就滴假头毛，因为头毛嘛拢无加，所以滴假头毛。所以咱看到中古世纪的人，为什么因拢头毛遮尔啊多安尼？穿甲遮尔啊水，面抹甲安尼白苍苍，包括男士嘛是安尼，包括男生嘛是安尼。后来较知影讲，即个病是鸟鼠啊，传染过来。所以迄个时代400-500年。欧洲是安那叫做迄个乌色的时代啊，因为即个病影响真久，400-500年到19毋知几年的时阵即个病还搁伫台湾可能搁有发生着所以咱看到安尼事，迄个时代有上帝特别伊的旨意。今咱对传道书的观点来看，什么事拢有伊的时期。出世、死亡、灾症，要飞出你灾症，以及起坐、拆毁，你要大笑，你要啼哭，你有哀惨，嘛有跳舞，有牵石头，嘛有捡石头，有通拥抱的时，搁袂当抱的时，有欢喜，有失落，有保守，有放杀，有拆你，有补天，有静静，嘛有讲话，嘛有疼惜。有怨愤，有交战，有和好，每一项拢有伊好的时，嘛甲亲像有歹的时。但是他的书甲咱讲啥？做工的人伫遮乐乐有啥物利益？伊到尾第10又讲，互上帝所看见我看见上帝世间人的乐乐，咱彼此伫即个中间来做练习。所以咱的一生上帝互咱有练习的时。咱的一生嘛是亲像一台戏，演互天使，演互上帝，演互你，演互我看。有时咱讲时机好歹照论，但是智慧的人讲，咱安尼付出有啥物利益？检测咱的心内有矛盾，有挣扎。有当时咱是讲这歹人哪会遮长寿？好人哪会遮尔啊短命？有当时咱的心袂平，有当时咱的心会感觉讲上帝较会安尼做。检测这拢是上帝的旨意，自古到今会延续到将来。传道书用安尼来看人的一生一世，有好的事，有歹的事，有正向，有负面。检测你看是负面，总是有当时伫别人来看是正面，这是无一定通论定的事。总是咱知。咱的一生亲像咧演戏，互天使，互上帝，互人，嘛互彼此看，互彼此分享。所以咱今仔日特别的运会来看咱四周的兄弟姊妹，咱为什么伫遮组织伫泸州长老教会内面？这嘛是上帝特别的旨意。所以伫即个时期，咱嘛爱去创造即个时代，上帝所互咱的使命。上帝伫即个时代。要安怎来帮助咱？虽然咱可能活伫一个时期的内面，只有真短暂，咱嘛是真有即个荣幸对19世纪对20世纪来到21世纪咱嘛经过即个主后即个2000年来到20多年咱是1990几嘛大多数拢19出生的嘛来到20，所以真感谢上帝伫咱这21世纪的时，咱伫泸州教会伫遮三角敬拜上帝，伫遮三角组织有一本杂志叫做《时代》时代太杂志你若当上这个封面表示你是迄个礼拜全世界注目的焦点所以。会当上迄个时代杂志的人是无简单的人。咱伫这疫情的当下，嘛创造了即个部长
所以咱拢爱顺时钟。虽然伊即马拄着一寡小小的危机，但迄天视讯韩国讲因迄天400个啊，迄天视讯韩国队长甲咱讲3米9的队长讲，我们今天有400个人确诊，我们有3个咱讲咱5个确诊啦，我们5个确诊，咱惊到要死啊，所以因400他说得很淡定啦，应该讲很淡定，已经改善很多了，以前都一天都上千的所以讲，对咱来讲，伫无共款的位置、无共款的所在，咱来扮演着好家己啊，扮演着家己做家己。我细汉的时我听讲美国的学校都没有功课，都不用什么家庭作业，就书包拢放伫学校，就空手转去，就是佚佗，就是安尼伫佚佗的中间学习。伫台湾的学生拢好。家庭作业有够侪拢写袂了礼拜六较早读半日礼拜六迄个老师拢去加派功课互你我礼拜日搁爱上助理2呢所以你也看讲迄个时阵细汉读国小的时候，就爱写功课、写作业，总是伫无共款的所在所学习所领受的。检测嘛是无共款，这嘛是上帝甲你安排伫迄个位置，伫迄个所在。咱对今仔日传道书所甲咱勉励传道书讲凡事拢有伊的期甲时。咱知影即个时阵，上帝有缘掌权，上帝有缘掌权伫即个时代上帝有缘掌权。咱迄讲伫线上祈祷的时，我选即条耶稣掌权即条歌，即条歌嘛是咱教会常常咱的敬拜常常咧爱唱的一首诗歌讲大水泛滥的时，耶稣掌权四面对敌的时，上帝掌权。咱毋敢看即个环境，专心来上帝，因为上帝掌权，耶稣掌权。咱这个时阵，伫疫情佮开始热起来的时阵，是毋是咱有法度唱哈利路亚？毋是哈利路亚，毋是讲足欢喜讲遐个人，毋是伫这个所在，是讲咱要有这个信心，用娱乐佮感谢来迎接每一日，来度过这个时刻。这个拜三，咱老切子拄好伫桃园桃园的殡仪馆。要来举行日念个别礼拜以及火化，拢伫桃园。所以拄伫这时阵，我则真拄好啦讲着桃园，大家安尼安心毛毛的青年本地嘛讲要去桃园，后礼拜即个礼拜六嘛因为安尼临时改所在咱尽量莫去个所在，无真必要啦所以几若百人去用隔离。这隔离起来的人，伊到底是有接触啥物人即摆拢会疫调嘛？你疫调了，既然发烧就去确诊啦所以讲对咱来看，对这来看，上帝有缘掌权，有缘伫这个所在，咱看袂到的病毒，上帝知影。总是伫这个世代，伫这个时代，注用病毒是要甲咱讲啥物？透过安尼，要互咱伫这个。病毒全世界大流行的时，只有1年尔，全世界安尼要将近9000多万，已经有可能，嘛有可能会破1亿，嘛无一定啦世界人口70多亿，来到1亿个人得到安尼即种病毒，总是差不多200多人安尼来受主温调。总是咱看到这个时代，咱拄到这个情形，那亲像中国世纪迄个。黑死病的时，咱嘛是相款会惊吓，咱嘛是相款会烦恼，咱嘛是相款到底即个疫情当时要过，但是迄时阵黑死病是几若百年，咱是敢若1年，咱1年有可能今年若有即个有风声，即个疫苗出来，咱有可能会得到改善，嘛无一定，总是要有变种即个病毒。嘛考验人的智慧，上帝伫这中间，检测透过安尼来试验，来互人对这病毒来练习，
敢毋是？哦，做者科学家伊爱做试验，会试验真久哦，原来这是即个原理，原来这是安尼的理论。吼，所以咱人有一种的概念，有一种的观念，有一种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演变。吼，透过你的试验来成做一个理论，来成做一个学派。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上帝的十个的下面，知影主有缘掌权。那爱时代嘛是有大水，总是透过方舟，透过即只船来救那阿的全家。上帝捌用大水，要来灭即个世间，总是咱今日所面对即个病毒，检测嘛是伫上帝伫即个时期，伫即个时阵伊会作为。第二，当伫危机的时，要安怎甲伊转变成做一个转机？这嘛是需要咱来思考的一件代志。伫即个疫情，真严重的时，咱一开始的人，大家拢咧排队咧买即个喙罨，对毋对？我看头前去年差不多3、4月头前的药局，咱即座路都几六间药局吼，逐间药局拢足侪人咧排队，吼，拢咧排队。咧排队人咧创啥？你敢有咧排喙罨？有无？有哦，吼，有哦，大家拢有去排喙罨，我嘛有去排，吼。但是我是趁无人的时，我才去排喙罨吼。所以讲加在我未疫情吼，未爆发的时候。我就买口罩，买几啊克啊，所以我无去排啦，吼，是到尾用要了才有去排啦，吼。所以讲危机要甲伊化成一个转机。咱看遮侪人伫遐咧排喙罨，哇，够恐怖的哦，安尼咱先足恐慌的，全世界拢口罩拢无吼，美国啦，听讲是外国人，伊讲挂喙罨袂咧破病，吼，破病安尼吼。我也无破病，我是要戴喙罨，拢无挂，佮无挂到美国吼，真严重，吼，大家拢安尼太小看了这个病毒，看无嘛，我也无破病啊，但是等你得的时候已经袂赴啊。咱是讲吼，这个病毒真严重，大家先挂喙罨，吼，所以大家去抢这个喙罨吼，开始有这个喙罨诶，这个国家队吼，口罩的国家队开始生产这个口罩。当你排喙罨的时，大家伫遐排，你排喙罨你咧创啥？感谢主，滑手机，吼。希望你看到的手机是圣经，吼，拄仔看到传道书3章，也是看到诗篇91篇。无要紧，咱来看手机，看一寡新闻，今日到底是偌济人确诊，也是看今日有啥物诶新闻消息等等，也是看即个你要听音乐等等，遮个手机真方便。总是排遮尔热长的人要安怎？而且这喙罨来个录健保卡吼，搁爱实名制什么制吼，有一个店长吼，这个店长就讲哇，这排遮济人吼，这家己自动找上门的客人呢，伊就安怎？伊就看讲哎呦，咱今日吼，咱店吼有这个发泡锭吼，安尼吼。泡发泡锭，倒一大锅来，大家试啉，来啉一杯，你啉一来，喷互大家啉，大家啉，这是真好的产品咯，有丰富的维他命，A B C D E，来啉一个，来，大家啉，就啉，啉，排队嘛，这真好的产品咯，有需要无？今日有特价哦，今日多好，今日多好有特价哦，所以你买喙罨了后，你想拄仔即个店长甲我讲，这袂歹物件，补身体即马病毒搁安尼，无我嘛来买一两包即个花泡锭，着安怎？是迄个买2罐，迄个买3罐，迄个买一打，哇！今仔日毋若是卖口罩尔，佮卖真侪的花泡锭，今仔日业绩佮袂歹，明仔载搁来一批，今日礼拜一单号的，明仔载礼拜二双号的，我身份证双号的来，安怎？咱袂当拢一直卖花泡锭嘛，今日卖啥？今日卖枇杷膏好啊，所以
过拿后穿拿后，哇！你即马只起步，大家即马爱用力的起步对无吼？吼，所以每一日伫遐变化吼，也是讲即礼拜吼，咱拢互伊试食即个维他命 C 吼，发泡锭。啊，明仔载后礼拜咱就试即个猪白糕等等食的物件，哇！发现讲伊迄一两个月业绩长虹啊，所以即个店长伊用头壳主动来的人客，伊想一个无共款的方式，互原本讲逐个只有拢要买口罩，拢无爱买药仔是，即个主动来的人，伊用安尼方法来改变，来成做伊迄个时阵店的业绩。愿上帝帮助咱美国上届经济无好的时，经过大萧条的时，最后就是讲经过景气无好的时了后，出足侪好嘢人，因为伫危机的时，大家伫遐想讲后一步要安怎行，所以危机的时嘛是互咱安静，互咱屈家上帝下面来思考咱后一步要怎样行。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哇，真侪教会拢直播所以网络真侪教会礼拜的即个视频也是视讯等等遮的，较早拢无较早真少，只有较大间的教会有即马拢有遮的物件彼此咧分享所以透过安尼嘛，互咱的教会咧使用更较先进的物件特别是电子3C 的物件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原本是足被动的，但是不得不得爱紧较主动的这嘛是一个时期带来的改变，即个时代帮助咱甲咱 push 咱来紧去做遮个代志佫无做就落伍第三点上帝国教伊的旗咧运行，咱相信明仔载日头犹原佫对东边起来无明仔载日头对西边起来嘛？咱嘛是想讲上帝犹原照伊原来的方式咧运行，即个土地犹原咧种植咧收成，人嘛咧呼吸空气，嘛咧享受水，嘛咧享受日头，食的拢毋免钱水爱钱啦水但是水嘛是上帝对天落来赏赐互咱捌有一个人伊着即个重症去住院住院着爱用即个呼吸器甲伊呼吸对住到伊出院了后，医院讲这你的收据，伊讲哇我哪遐侪钱有一条钱讲你的呼吸照护的钱这呼吸的钱哪会遮贵原来呼吸爱钱咱拢当做呼吸毋免钱，但是即个人讲我呼吸哪会遮尔爱遮侪钱我较早拢想着讲这空气毋免钱但是我今仔日出院这空气竟然爱钱所以上帝互咱是毋免钱的但是有时咱想咱爱较珍惜珍惜咱所存在的即个环境，珍惜上帝所予咱的，因为主嘛犹原国照伊的旗咧行。第四，咱来回转咱来回转转来到伫上帝，所以传道书甲咱讲，伊看到世界人伫遐劳苦，咧受经练，咧受练习。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甲咱讲，咱原本是要死的罪犯，伫这最后咱是亲像要死的这患难总是咱伫遮演一台戏，互天使，互人看。然后有甲咱讲我知对中间无一项较好，伫即一生的快乐佫行好，所以咱伫遮食嘛啉嘛一切所乐乐来享福，这是上帝互咱的恩赐。传道书伫遮，咱咧演戏，咱咧练习，这是主互咱来到即个世间，互咱一生伫即个世间虽然劳苦着磨，但是咱知影讲
咱也有乐乐，嘛有享福，这是上帝互咱这个恩赐。所以咱不断练习，嘛不断爱精练。咱知影讲演戏会当 NG 啊，会当甲定来总是咱的一生。检测上帝有互你定来，有人要考试名落孙山伊就开个定考一届。有人找头路，检测无顺利，搁来一届，搁重新应征。有人检测你伫婚姻经营了无好，你上帝搁互你另外一段的婚姻，总是咱知影讲，这是上帝所互咱伫即个中间爱把握，嘛爱知影讲主来引带带领。有当时是机会，有当时无即个机会，所以机会有时，机会嘛无时。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有当有好的机会，你爱掠着。伫现在现时是真好的机会，咱来掠着。有一个人犹太人有真侪疑问，有真侪矛盾，嘛有真侪不满。伊想讲阮的大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犹太人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甲以赛亚，这拢姓以的，都是以西结，这拢是大先知。伊就有真侪矛盾，伊就去找以利亚讲：以利亚，有真侪代志我无法度解决，我想要对你，来看你安怎解决代志。以利亚甲伊讲：你若对我行你会感觉足不可思议。有真侪代志，你本地真矛盾，你会搁较矛盾。有真侪问题，你原本感觉伊是问题，这个问题你无法度解决，但是你对我行了，你的问题会搁较大。是安怎？这个少年人真好奇，就对以利亚行。所以对以利亚行，伊来到一个真爽享的家庭，伫迄个所在住。这个爽享的家庭，一对夫妇，因若无啥物好交代，总是因甲因厝邻上好的物件摕来，互以利亚甲即个少年家请伊，搁互因住。虽然住了毋是真好，总是因住了一暗了，要离开的时，因兜为迄只牛所破边敲伊，破边敲伊。以利亚就甲因洗倒写了，就走即个少年人讲。以利亚，恁无惊一下心热？即对妇人人，即对夫妇，老夫妇，有一个囡仔，总是有死，总是你无家医好，因为这是因兜唯一要种田做事的迄只牛以利亚拢无讲话。了后第二天来到一个真好野人的厝，因兜这拢真富有啦真好，但是安那无互因好的交代，叫因困。就较歹的所在安尼嘛无交代因。过工要离开的时阵，因兜的田园一丛树倒去，以利亚紧走去，甲迄丛树紧抬起来，甲伊种好。这个少年人搁较想无讲，送乡的人你无甲伊斗相共，这富有的人一丛树倒去，你着甲伊扶正，甲伊种互转去，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以利亚嘛拢无讲话。后来因来到一个。真大的团体，伫迄个所在，这个团体嘛是真好这物件拢真新，真赞总是伊要走的时，以利亚就甲因祝福。原恁大家拢真做领袖，真做做头的人。了过工佫去一个真送乡的团体，了以利亚要走的时，甲讲恁中间会出一个领导者。后来，这个少年人甲以利亚讲：到底为什么你要安尼来祝福？这四个无共款，一个富有送乡，大的团体，好嘅团体，甲这送乡社团体，为什么？伊讲以利亚讲，这对送乡的夫妇，其实迄暗因的后生，爱死，总是这只牛代替这个囡仔来死。这个好嘢的夫妇，这树倒落去，我甲种转去，是因为涂骹底有黄金，我无爱互因找着，所以我甲树种转去，互以后有福气的人去得着。这个大的团体，我希望因大家拢真做领袖，
是因若大家拢真做领袖，着意见真多，因就会分裂，就会分散。这个小个团体虽然真弱小，总是因有一个领袖会当带领因来帮助因，互因的团体佮变佮较勇壮，佮较健全。咱所想的，刚才毋是无一定是上帝，所想的。上帝所想的嘛，无一定，可能是超过咱人所想的。愿主帮助咱，凡事拢有伊真好的期，真好的时；凡事嘛有伊真歹的期，真歹的时。感谢这是一个真歹的时代，但是你来换一个角度来看，嘛是真好的时。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帮助阮，想伫阮的心上，互阮诚做你所拣选的工人，嘛诚做你所束缚的儿女。互阮伫即个时代检采，亲像黑暗，亲像世界要毁灭一样。互阮行行，总是求上帝你帮助。伫即个时阵，侪人嘛无法度出国交流，甚至对国外转来的人侪嘛有带着病毒，因为透过安尼的治疗，造成本土的感染。愿上帝你帮助，嘛互伫即段的时间，阮爱特别注意，特别谨慎，求上帝你帮助。伫即个时，阮爱去特别小心，愿上帝你帮助，带领引带，互阮今年行往一个有愿望、有助你掌权、有助你实现你的作为的一年，互阮来仰望信靠，助你掌权，助你有缘来掌权，助你有缘用你的权柄来掌握这地面所有的人以及万民。主愿伫这个上歹的时，我嘛爱心存愿望甲仰望。求上帝你带领引带，互即个危机嘛成做一个转机，嘛互阮伫即个中间嘛来反省，阮的所行所做，是毋是有符合着主你的心意？求上帝你帮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兄弟，咱做伙来吟诗，学罗感谢咱的上帝。请拍开新圣诗第556首，请起立吟全首。大神灵他家当卡步，全上帝国度行天路。这时代门道人奋斗，给万民归主归活路。万圣国临到全台湾。社会生态一保全，行公义和平共赢宽，大族群和睦到永远。短时代危机这奇迹，来重建心灵莫言之。这是炎来调和，这世间的光甲为照，主愿大家这庆愿，将救恩真道来遍传，就愿上帝旨意的成全，互基督福音。台湾，请坐。煞接，咱要来奉献，请服侍同工出席服侍。
请起立。请兄弟，咱做伙来读今仔的经句。经句记载伫《传道书》第3章第11节，咱台语的念读2摆。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各种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测度伊。上帝创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测度伊。传道书第3章11节，咱即时要来欢迎新朋友，今仔。咱无新朋友，所以咱要来做咱本会的消息报告。咱本会消息，咱2月初7伫礼拜三，咱伫有一个伫3楼要召开防疫甲招待人员的训练会，那有参加则特别注意时间。第2项，伫2月份的礼拜，这内底有合堂、有青社礼拜，有咱春节的假期活动。咱这顶悬有载明的日子，请咱兄弟大家特别去注意。第3是洗礼报名，咱伫4月4号，咱本会。今年度要第一摆举行洗礼，欢迎成人小儿报名受洗。早起日期是伫2月初7。第4项，咱教会有精送会友新春的春联，咱放伫咱1楼遐，若有需要的，咱会使自行来摕。第5、第6，咱有查经基督会甲相连的读经班，这顶悬注明的迄个时间，咱有兴趣的人，欢迎大家小少来踊跃参加。第7，咱拜四暗时8点欢迎登记举行家庭礼拜。若有需要的，请甲咱秀兰长老联络。会计收入的部分，请咱大家家己过目。第2项团契消息，上年团契甲儿童主日学，因遮内底有举办着侪活动。伫顶悬的日期甲举办活动的内容，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来注意。咱青少年团契本来原定1月30要去桃园的海参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取消办理。若要办理退费的人，请甲雨信甲佳音来联系。另外青少年团契伫2月初7顶晡10点半有邀请咱预知弟兄来做伊性命分享
的见证会，请咱兄弟会使大家烧酒来踊跃参加。第三项机体相通，咱遮分别有老树姊妹、甲丽雪姊妹，因个个别的礼拜，甲因要迄个安葬的时间，遮顶悬拢有载明，请咱兄弟若要参加的，看清楚时间，大家烧酒踊跃来参加。特别是伫今仔日，咱下晡1点，咱丽雪姊妹要伫阳明山真善园要举行花葬，若有兴趣要参加的，请咱大家下晡1点伫教会集合出发。以上。即时，咱请起立来吟回应诗。请拍开新圣诗第389首，咱吟诗刷，要请牧师甲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说：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恁；愿耶和华的面常常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的面看顾恁，赏赐恁平安。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要倒闭会。